半夜嘅西門町，雨水喺青石板路上面開成一條細流，倒映住霓虹燈嗰種慘淡嘅紫光。空氣入面除咗忽冷嘅霉味，仲隱隱約約飄散住一股好淡好淡、好精緻嘅名牌香水味。一對鮮紅欲滴嘅高踭鞋，好慢好穩咁踩喺一灘仲未乾透、仲帶住餘溫嘅液體上面，發出咔咔嘅聲，喺安靜嘅巷仔入面顯得格外刺耳。前面跪住一個男人，佢全身上下不停咁發抖，面色霜白得好似張紙，連稠油嘅霜都發唔出。粉則搽住鮮紅指甲油，修剪得完美無瑕嘅手，輕輕托起個男人個下巴，動作溫柔到好似情形間嘅嫵媚，但係眼神入面嗰種鹹意，足以令周圍嘅空氣凝固。阿哥，咁辛苦做咩呢？既然呢條路你行啲，不如我送你行另一條路，早啲休息啦。隨住一聲隔輕隔悶嘅雙響，我對紅霞轉身行開，裙擺喺風入面畫出一道冰冷嘅弧線，留低嘅只有漸行漸遠、節奏穩定嘅高踭鞋撞擊聲，同埋一個永遠唔會再醒返嚟嘅人。嗰種傷係好多江湖大佬呢世人最經聽見嘅送魂曲。喺台灣呢個充滿血色江湖嘅地方，最可怕嘅往往唔係拎住開山刀嘅古惑仔，而係呢啲坐喺幕後手唔沾血卻能翻雲覆雨嘅大姐大。半夜聽呢個故事嘅大佬們，記得斷語頻道按埋鈴鐺留言講最驚悚嘅部分，咁我知啦。講起台灣黑社會，大家腦入面浮現嘅通常係竹聯幫、天道盟、四海幫，嗰啲成身紋身、開山刀不離手嘅男人。大家習慣咗將江湖同雄性荷爾蒙畫上等號，但係喺呢個充滿殺伐同背叛嘅世界深處，有一班女人，佢哋唔係依附喺大佬身邊嘅花瓶，亦唔係單純嘅阿嫂，佢哋係真正嘅獵人，係幫派入面嘅軍師、財政支柱，甚至係最冷血嘅處理者。喺台灣黑道歷史嘅長河入面，女性成員嘅存在一直係一種極度神秘而又令人膽寒嘅力量。佢哋可能係某個大堂口嘅坐館，可能係控制住全台灣半數以上茶室同地下果場嘅女主人，又或者係嗰啲專門幫大佬處理爛賬同手尾嘅清道夫。佢哋之所以能夠喺呢個男人堆入面生存，而且仲要爬到最高位，靠嘅絕對唔係溫柔，而係一種比男人更加決絕、更加唔留餘地嘅狠勁。老一輩嘅江湖人會話，男人出事通常係因為氣，而女人出手通常係因為局。但一個男人想處理掉對手嘅時候，佢會帶成百個好生仔去火並，搞到萬晴風雨。
但當一個女人要送你去海底打高爾夫球嘅時候，你可能仲同佢飲緊茶，笑住傾緊生意。佢會用最優雅嘅方式，喺你最放鬆嘅一刻，將你成個人從呢個世界上洗敗。呢啲女性幫派成員喺江湖上有一個統稱，叫做大姐或者阿姐。佢哋嘅住持往往伴隨住無數嘅鮮血同眼淚。有啲係因為屋企人係幫派大佬，由細到大係刀光劍影入面浸淫大。有啲係因為老公去咗旅行翻唔來，被迫接手龐大嘅家族生意。更有啲係靠住自己嘅心機同手段，從最底層嘅酒家女一步步殺出一條血路，最終成為連龍頭大佬都有禮讓三分嘅人物。佢哋嘅存在徹底顛覆咗江湖嘅遊戲規則，係佢哋眼中冇所謂嘅英雄氣概，只有絕對嘅利益同生存。佢哋識得利用女性嘅優勢去降低對手嘅戒心，再用最致命嘅毒拿舉對方致命一擊。喺台灣黑社會嘅地下接住入面，呢啲玫瑰嘅每一片花瓣，其實都係一片磨得極利嘅刀片。你以為佢哋只係弱女子？喺台北、台中、高雄嘅暗角，唔知有幾多曾經叱咤風雲嘅大漢，最後都係栽喺呢啲流情入面。佢哋唔會同你講江湖義氣，佢哋只會計較呢筆樹要點樣平。如果你唔識規矩，佢哋會好有禮貌咁請你返鄉下，而嗰個鄉下通常係喺海平面以下幾百米嘅地方。今日我就要帶大家行入呢個充滿胭脂米同血腥米嘅平衡世界。我哋會睇到點樣嘅女人先可以喺天道盟入面立足，點樣嘅大姐可以令到成個幫派嘅用弟都對佢心服口服。呢度冇電影入面一種浪漫化嘅黑道情緣，只有最赤裸、最真實、最令你毛骨悚然嘅台灣黑幫女性生存錄。隨住夜色越來越深，西門町有對孔色高咸下嘅聲，好似仲喺耳邊回蕩。如果你喺街頭見到一個氣質高雅、眼神冷漠嘅女人行過，千祈唔好隨便搭下，因為你永遠唔知嗰手袋入面裝住嘅係口紅，定係一張送你去影院睡覺嘅單程機票。係進入下一個部分，深入探討有個令全台灣黑道都聞風喪膽嘅女性足跡百合會之前，請大家先深呼吸，因為接下來嘅內容將會挑戰你對女性呢兩個字嘅所有認知。喺黑道嘅字典入面，女性唔代表弱者，女性代表嘅係一種更深層、更難琢磨嘅黑色溫柔。講到台灣黑社會嘅版圖，天道盟絕對係一個秘密 call 一名。喺90年代，當班打佬仲喺度研究緊邊種口徑嘅花生威力大啲，邊條機嘅保護費收得唔夠順嘅時候，一班着住黑色旗牌或者名牌套裝嘅女人，已經悄悄地喺天道盟嘅旗迷下面聚集。呢個足跡就係令到當時無數江湖猛人都聞風喪膽嘅百合會。百合呢個名聽落去好清純、好高雅，甚至帶住少少宗教嘅聖嘅感。但係喺江湖人嘅耳中，呢兩個字
代表嘅唔係花香，而係一種令人窒息嘅苦肉味。點解要叫百合會？因為百合花通常係送給死人嘅，亦都代表住一種送行嘅儀式感。呢個足跡由天道盟高層默許成立，佢哋嘅存在係為咗處理埋班難人處理唔到嘅細枝末。入得百合會嘅女人，冇一個係簡單嘅角色，佢哋唔係嗰啲淨係識得喺大佬身邊撒嬌嘅小女人，佢哋每一個嘅履歷拎出嚟，都係用血同錢堆砌出嚟嘅。天道盟點人嘅標準極度嚴苛。第一，要夠變，因為美貌係最容易令男人鬆懈嘅防禦。第二，要夠聰明，要識得睇穿襁褓入面嘅每一室漏洞。第三，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心存要夠硬，硬到連眼裏都可以變成殺手鐧。當時嘅百合會主要嘅工作係收樹同平剿，但係佢哋收嘅唔係一般古惑仔嗰種幾萬文嘅細樹，佢哋處理嘅係動皮上翼，牽涉到政商高層嘅大樹。同一般嘅兄弟帶埋幾十架車，拎住鐵架去人哋門口大喊大叫嘅時候，百合會嘅大姐可能只係一個人，住住一身得體嘅西裝，拎住個名牌手袋，笑欣人咁行入對方嘅辦公室。佢哋唔會大聲浪人，更加唔會隨便動手。佢哋會好溫柔咁幫你倒杯茶，然後將你全家大細嘅生活習慣，仔女喺邊間學校讀書，甚至你喺外面有幾個地下情侶嘅私了，一張一張好似派名片咁擺去你面前。佢哋會用最甜美嘅聲同你講：大佬，呢筆賬如果唔清，我經你屋企人以後飲茶都飲得唔安寧，不如我哋一齊搵個安靜嘅地方，等我送你返鄉下休息下。呢種暖刀子入肉嘅感覺，比起開山刀斬落嚟更加令人崩潰。好多喺江湖上自命不凡嘅閒子，面對百合會嘅女人，最後都係假到屁粉尿尿，乖乖咁將原本想賴嘅賬洗白。因為大家都知，如果俾百合會嘅女人請去旅行，基本上就係一張單程機票，去到嗰邊，除咗冷冰冰嘅海水同埋永遠嘅黑暗，咩都冇。百合會入面有一套好嚴格嘅等級制度，佢哋唔叫堂主，而係叫大姐或者導師。佢哋會定期聚會，地點通常係一啲極度隱蔽，外人絕對入唔到去嘅高級招待所。喺嗰度，佢哋唔係討論邊個嘅香水好聞，而係研究緊點樣利用法律嘅漏洞去幫派處理賬務，或者係點樣利用心理戰令到敵對幫派嘅成員自願退休。有一次，一個中部嘅大角頭因為私吞咗一班白面粉嘅利種，仲採住投效敵對幫派。天道盟派咗幾波兄弟去往佢簽記，結果都俾佢用火藥味十足嘅方式等反轉頭。最後，百合會派咗一個外表望落去好溫和嘅女人過去。3日之後，我個角頭喺自己最中意嘅溫泉旅館入面被發現，全身冇任何傷痕，但係成個人已經去咗另一個世界飲茶。佢所有嘅資產喺嗰死之前我1個鐘，已經全部神美咁轉移咗去天道盟嘅名下。
呢件事傳出嚟之後，整個江湖都震驚咗，大家開始意識到呢班女人嘅恐怖之處，唔係喺佢哋嘅拳頭，而係佢哋可以喺你完全無感知嘅情況下，將你所有嘅防禦徹底瓦解。佢哋係黑夜入面嘅白百合，望落去好無害，但係當你聞到佢嗰種貼書嘅香味時，你嘅人生可能已經行到咗盡頭。而且百合會嘅成員之間有一種極度變態嘅忠誠。如果有成員想退任江湖，除非係得到大姐大嘅點頭，否則唯一嘅離開方式就係將相送早。佢哋對自己狠，對男人更狠。係嗰個男人當道嘅黑金時代，百合會就好似一條殘伏喺草叢入面嘅毒蛇，平時唔出聲，一出聲就係要你條命。隨住時間嘅推移，百合會嘅勢力淋透到咗台灣嘅各個角落，從演藝圈嘅合約紛爭到土地開發嘅暴力拆遷，背後都有佢哋嘅影子。佢哋唔再係幫派嘅附屬品，佢哋變成咗幫派嘅大佬。當大佬們喺前面衝鋒陷陣嘅時候，百合會嘅女人就喺後方，用佢哋纖細嘅手指撥動住成個江湖嘅命運。你以為百合會只係一個傳說？如果你有機會去到台北一啲老牌嘅茶室，或者係一啲入會費要幾百萬嘅私人會所，你可能會見到一啲50幾歲、保養得介好、眼神凌厲嘅女性。佢哋可能正喺度同某個政要簽住生意，或者係喺度指點住某個後生仔點樣做人。佢哋嘅身上依然帶住嗰種淡淡嘅百合花味，一種夾雜住死亡同權力嘅獨特氣息。如果你同佢哋眼神對上，記得要低頭，因為喺呢個江湖入面，得罪咗羅刀嘅男人，你可能仲有機會鋪路。但係如果你得罪咗呢班女人，你可能連自己點樣凌姦蒸發都唔知。佢哋會用最優雅嘅姿態喺你嘅生命入面畫上一個血紅色嘅句號。講到呢度，大家係咪覺到後頸有一陣涼意？百合會只係一個開涉。接下嚟，我要帶大家睇睇嗰啲喺大佬去坐肩或者影院脆角之後，被迫或者自願出嚟掌控大局嘅黑道寡婦。佢哋嘅故事比起百合會更加多咗一份絕望嘅寬狂。漫畫懵宅嚟到係台北最老嘅靈門，亦係江湖味最重嘅地方，係嗰啲燈光昏暗、充滿文味同廉價香粉味嘅巷仔入面，藏住無數間茶室。外行人以為入去真係飲茶傾偈，但各行人知，攞到每一張紅木台上面放嘅唔係茶葉，而係成個北台灣嘅地下接稅。而坐喺呢啲茶室最深處，手上帶住幾卡鑽戒、吞完妥舞嘅女人，就係掌控住成個江湖經濟命脈嘅阿嫂。呢啲大姐大通常唔會名列喺幫派嘅正式名單入面，但係每一個座館或者紅館見到佢哋，都要恭恭敬敬咁叫一聲阿姐。點解？因為佢哋手入面握住嘅係氧氣，亦即係
錢。係江湖聲傳，無刀可以，但冇錢，你連個號星仔都收唔到。呢啲阿姐經營嘅唔單止係茶肆，仲有隱藏喺大樓入面嘅地茶果場，同埋嗰啲洗白賬簿嘅秘密通道。你想象一下，一個入夜之後嘅萬華茶肆，後門停住幾部黑漆漆嘅進口車，入面坐住嘅係啦啦坐完嘢，身上仲帶住可藥米嘅傭弟。佢哋唔會去警察局自首，亦唔會去醫院。佢哋唯一會去嘅地方就係阿姐嘅茶肆。阿姐會一邊慢條斯理咁沖茶，一邊聽佢哋講啦啦發生嘅意外。佢唔會怒人，只會淡淡咁講一句：呢件事我會幫你平咗佢。不過你個傭弟要去鄉下住一排，暫時唔好返嚟。呢度講嘅平唔係一般嘅講數，而係動用佢深不可測嘅人脈去平衡天平兩端嘅掣力。而嗰個要去鄉下住一排嘅傭弟，可能一去就係10年，甚至係永遠係嗰邊定居，再都往唔返。喺呢啲大姐大嘅眼入面，江湖唔係打打殺殺，而係一盤生意。佢哋最叻嘅就係收數。但一個大企業家或者政客喺地茶果場輸咗幾千萬，甚至上億嘅時候，班古惑仔去收數可能會搞到上新門，但阿姐去收數絕對係無聲無息。佢會約對方喺私人會所飲茶，席間唔會有一句威脅，只會亮出一啲對方絕對唔想喺老婆或者選民睇到嘅生活照。大佬，呢啲相如果流咗出去，對你嘅前途唔係幾好。不如我哋將呢筆賬轉做你名下間公司嘅裝修費。我識得一班後生仔，手掌好快，一定幫你處理得乾乾淨淨。就係咁樣，一筆爛賬變成咗合法嘅合同。呢啲大姐大嘅智慧，就係將最血腥嘅暴力包裝成最體面嘅商業行為。佢哋係江湖入面嘅人行家，亦係最危險嘅調停人。如果邊個幫派之間有可併嘅苗頭，大佬們通常會先嚟往阿姐，因為只有阿姐手上嘅天平，先可以稱得出邊個嘅命節幾多錢。曾經有一對新興幫派嘅兄弟喺阿姐嘅果廠入面出千，仲打傷咗阿姐嘅人。換咗係男人，可能當場就拎鎬火出嚟解決咗，但阿姐冇，佢反而請咗兩個兄弟食咗餐好豐盛嘅最好晚餐。蛇間佢仲不斷幫佢哋夾饃，笑得好慈祥。等咗兩個後生仔食飽飲醉，以為自己真係大晒嘅時候，阿姐輕輕圍咗圍手，身後嘅屏風後面行出幾個面無表情嘅處理者。隔日，淡水河邊多咗兩個裝去箱入面嘅遊客。阿姐依然喺嗰間茶室入面，優雅咁用手巾擦緊佢嗰則傳記，好似藤晚嗰場血腥嘅送別會從來冇發生過緊。個對外只係講咗一句：細路仔唔識規矩，我送佢哋去深造一下，學下點樣做人。呢種大姐大最可怕嘅地方係邊？係佢哋嘅靜。佢哋可以喺最混亂嘅時代，依然保持住嗰種令人生畏嘅體面。佢哋唔需要大聲喝罵，亦唔需要親自動手。佢哋嘅一個眼神、一個電話，就可以決定一個堂口嘅興衰，甚至係
一個大佬嘅生死。係台灣黑社會嘅地下世界，呢啲查實同果廠嘅女主人就好似蜘蛛網中心嗰則蜘蛛，佢哋平時唔銳，但只要網上面有一失震動，佢哋就會循住失線爬過去，將目標徹底吸近。如果你喺台北街頭行過，見到一間望落去好普通，甚至有啲老土嘅茶外館，記得唔好隨便入去，因為入面坐住嘅可能就係我個可以決定你聽日仲見唔見到太陽嘅女人。佢哋嘅權力係建立喺對人性貪婪同恐懼嘅精準掌控上面。男人追求嘅係名氣，而佢哋追求嘅係實質嘅空國。當大佬尾係堅入面提早退休嘅時候，阿姐依然可以喺出面繼續飲住嗰杯價值連城嘅陳年老茶。講到呢度，大家係咪開始明白點解江湖入面嘅女人反而更難對付？接下來我哋要講嘅呢班女人，佢哋嘅身份更加特殊。佢哋係大佬身邊嘅女人，亦係大佬死後最瘋狂嘅復仇者同接班人。黑寡婦係台門黑道嘅世界，葬禮唔單止係送別亡者嘅意思，更加係一場全力重新洗牌嘅血色盛宴。等一個堂口嘅龍頭大佬因為意外要提早退休，或者因為去咗旅行返唔到嚟嘅時候，靈堂上面嗰陣濃郁嘅傷雜味，往往掩蓋住陣陣肅殺嘅火藥味。好多後生仔野心勃勃嘅紅冠會覺得呢個係上位嘅最好時機，但係佢哋往往唔記得咗，係靈柩隔籬嗰個住全身黑紗、低頭唔出聲嘅女人，黑寡婦。呢啲女人平時喺大佬身邊最體面嘅點廚，佢哋出入名店，坐嘅係最豪華嘅房車，手上拎住嘅係限量版手袋。但係當佢哋男人去咗另一個世界飲茶之後，呢啲原本香悅嘅花朵會係一夜之間長出最毒嘅刺。因為喺江湖入面，如果你唔夠狠，你唔單止保唔住老公留低嘅生意，連你自己同仔女都會變成其他人送去海底打高爾夫嘅目標。想象一下，喺台北某個大型告別式現場，外頭停滿咗黑壓壓嘅上 B 房車，成千個住黑西裝嘅兄弟排成兩列，氣氛沉重到連風都吹唔入。靈堂正中間坐住一個面色霜白但眼神冷到好似冰嘅女人，佢就係囉囉走助嗰位大佬嘅義傷。呢個時候，幫派入面一個一直想坐館嘅頭目行埋嚟，表面上係去慰問，實際上係想嚟收屍。個語氣好狂，阿嫂，大佬早咗，外頭啲樹好亂，兄弟們心都散晒，不如你將我啲洗白帳簿交給我，我幫你打理，你安心去國外散心啦。呢番話其實就係最後通牒。如果係一般女人，可能已經夾到冚，但係呢位黑寡婦只係慢慢抬起頭，夾住成黑紗望住對方，佢冇大聲朗人，只係好冷靜咁講咗一句：阿姐，大佬走之前同我講過，佢最唔放心嘅就係你。佢話你手腳太快，正理遲早會跌親。
自然你咁想傍手，不如你今日就落去親自問下大佬，睇下佢肯唔肯交給你。話音啦啦落，靈堂後方嘅黑色布幔後面，突然行出幾個大佬生前最忠心，亦係最冷血嘅士兵。咁個頭目仲未來得及反應，就已經俾幾個人請咗出處。隔日，江湖上傳聞，有位頭目因為自覺對唔住大佬，已經自願去咗南部鄉下隱居，而且呢世都唔會再返台北。大家都心知肚明，所謂嘅隱居，通常係指喺某個荒山野嶺入面，同泥土融為一體，永遠廢甲咗。呢種黑寡婦嘅覺醒，往往係最令江湖人頭痛嘅，因為佢哋掌握住大佬生前最核心嘅秘密，邊個收過錢，邊個反過骨，邊條路係最轉錢嘅，佢哋清清楚楚。佢哋唔需要親自拎刀去砍人，佢哋只需要動用大佬留低嘅遺產同埋嗰份沉甸甸嘅人情稅，就可以將任何敢冒頭嘅人處理掉。更有甚者，有啲大姐大會為咗保住江山，比男人更加寬狂。佢哋會親自教導自己嘅仔女點樣做一個合格嘅郎。喺佢哋眼中，江湖冇所謂嘅父慈子孝，只有強弱之分。曾經有一個南部嘅大姐大，喺老公被對面機嘅人送上路之後，佢冇即刻報仇，而係隱忍咗足夠3年。呢3年入面，佢表面上縮減咗所有生意，甚至仲同對方嘅大佬飲茶講和。大家都以為佢已經老咗精咗，結果喺3年後嘅一個深夜，對方幫派所有嘅高層喺同一時間人間蒸發。原來呢位大姐大用咗3年時間，慢慢冧透，慢慢買單，最後用一種最勤政利落嘅方式，將對方全家都送返鄉下。呢種復仇唔係一時嘅衝動，而係精密嘅概算。佢哋可以好優雅咁坐喺書化上面，聽住手下去報邊個已經處理好，然後淡淡咁飲一檔紅酒，好似聽緊一件無關痛理嘅小事。對佢哋嚟講，權力係唯一嘅避風港。黑寡婦嘅生存哲學好簡單：大佬壞位嘅時候，我係你嘅溫柔娘；大佬走咗之後，我就是你嘅斷頭台。佢哋唔會去投江湖2次，因為佢哋知嗰啲都係假嘅。佢哋只相信手中嘅賬單同埋牆頭嗰把狗火。如果你係一啲高級巨拿部，見到一個獨自坐喺角落，雖然年紀唔輕，但氣場嚇人嘅女性，千萬唔好隨便埋去獻殷勤，因為你永遠唔知佢將黑紗下面藏住嘅係幾多條人命，同埋幾多段被血染紅嘅過往。佢哋喺江湖入面最剛強嘅雜草，就算俾大火燒過，只要有一滴血嘅滋潤，佢哋又會重新長出最致命嘅枝草。喺呢個由男人主宰嘅血色世界入面，呢啲黑寡婦用佢哋嘅冷血同耐性，寫下咗一段段令後生仔聽完都覺得背脊發涼嘅傳奇。
而當佢哋成功掌控大局之後，佢哋會用一種更加細重嘅方式去清洗呢個江湖嘅每一條賬目。詳完呢啲黑寡婦嘅故事，大家係咪覺得喺江湖入面最危險嘅唔係憤怒，而係有一種極致嘅冷靜？接下嚟嘅第5部分，我哋要嚟討睇呢啲女性幫派成員係點樣運用佢哋特有嘅處理方式，去解決我啲男人解決唔到嘅難掌。係江湖行，男人通常係可大聲猛烈，少到邊度大家都知，但女人係水，冇聲冇息，慢慢深入你嘅骨頭。等你想硬摘嘅時候，你已經溺死咗喺入面。男人處理問題，中意用狗殼、槍械或者開山刀，追求嘅係嗰種血肉橫飛嘅震撼感。但大姐大處理問題，追求嘅係殘像。佢哋唔會中意搞到周圍都係血，因為血好難洗，亦都好容易引來調節。佢哋更中意用一種藝術化，甚至係溫柔到令你心寒嘅方式送你去旅行。係台灣黑道嘅術語入面有一個詞叫做洗白賬簿。對男人嚟講，呢個可能係洗黑錢，但對大姐大嚟講，呢個詞仲有另一層意思，將一個唔聽話嘅人從呢個世界上徹底抹除，好似從來冇出現過咁。佢哋最厲嘅手法唔係喺街頭埋伏，而係邀你去夜池。想象一下，一個月黑風高嘅夜晚，南部某個偏僻嘅漁港，一個原本以為自己執到寶，狼住同大姐大私下傾生意嘅後生仔，坐喺架名牌房車入面，心入面仲幻想住發財夢。大姐大坐喺隔籬，依然係有種淡淡嘅香水味，語氣好溫柔。後生仔，呢個社會好辛苦，大佬我見你咁嚟，想帶你去個安靜啲嘅地方，咁你早點後息。當架車停喺海邊，後生仔仲未反應過嚟，幾個面無表情、手果利落嘅處理者已經喺車尾箱擰出咗一桶預先吊好嘅水嚟。大姐大會喺隔籬，好優雅咁點起一支煙，腿住煙圈喺海風入面散開，語氣平淡到好似喺度睇緊一場無聊嘅電影。呢度啲水好深，聽講下面有好多好朋友，你去到嗰度記得同大家打聲招呼，以後就喺下面打高爾夫球啦，唔好再返來煩我。隨住撲通一聲，一切歸於平靜，冇槍聲，冇慘叫，只有海浪拍打岸邊嘅聲。大姐大會擰出一條手氈，輕輕擦一擦額頭上面唔小心沾到嘅沙粒，然後叫司機開車。隔日，佢依然會喺茶室入面同人傾生意，面上掛住咗種慈祥嘅笑容，好似尋晚嗰個人從來冇存在過咁。呢種關商嘅過程，被佢哋處理得好似一件精緻嘅手工藝品。除咗夜池，大姐大仲好利用糖衣毒藥。喺台灣嘅招待所文化入面，女性成員往往扮演住招待者嘅角色，但佢哋想處理一個對手嘅時候，
唔需要動刀動槍，只需要喺對方最放鬆，喺酒精同美食入面迷失嘅時候，輕輕喺佢耳邊講幾句話，或者喺佢杯酒入面加少少特別嘅佐料。佢哋唔會要你即刻送命，佢哋會要你慢性退燒。嗰啲會掌握你所有嘅犯罪證據，或者係你最唔可以曝光嘅私生活醜聞，然後慢慢咁嚟撳你條頸，直到你自願將所有生意交出嚟，然後人間蒸發。好多江湖大佬最後落得個身敗名裂、傾家蕩產嘅下場，背後其實都係呢啲溫柔手喺度操作。係大姐大嘅節鑊入面，死唔係最可怕嘅，失蹤先係。因為死咗仲有葬禮，仲有人記得，但失蹤代表你喺呢個世界上所有嘅痕跡都被洗白咗。佢啲最叻利用女性嘅細層去觀察一個人嘅弱點。如果你好食，佢哋就用美人計；如果你好財，佢哋就用空頭支票；如果你重視家人，佢哋就會請你全家去郊遊。曾經有一個北部幫派嘅紅冠，因為口臭得罪咗某位大姐大，仲大言不慚咁話：女人返屋企洗衫煮飯啦，江湖係男人嘅地方。結果唔夠一個星期，呢位紅冠喺自己屋企門口被一個住外賣員山嘅女人處理咗。咁個女人冇用刀，只係用咗一支極碎嘅針，對準佢頸後嘅穴道刺落去。咁位紅冠死嘅時候，面上仲帶住一種極度驚恐但又發唔出聲嘅表情。皮生最後嘅結論係心中周庭，冇人查得出背後嘅真相。呢種殺人不見血嘅境界，係好多淨係識得沖沖殺殺嘅後生仔呢世都獲唔到嘅。大姐大嘅處理手法係一種心理上嘅極致摧殘，佢啲會搞你有一種錯覺，以為自己仲掌控住大局，以為自己仲有技鉗。但實際上，當佢請你飲攞杯茶嘅時候，你嘅靈位已經喺個心入面擺好咗。佢啲唔會同你爭一時之長短，佢啲要嘅係你成個江山嘅徹底崩除。所以喺台灣江湖流傳住一句話：寧願得罪竹聯幫嘅槍，都唔好得罪阿嫂嘅香。槍可以避，但係有一種滲入骨髓、無孔不入嘅黑色溫柔，你避無避。當你聞到有一種淡淡嘅百合香水味，感覺到有人喺你耳邊溫柔咁講早啲休息嘅時候，你就知你嘅賬簿已經被洗白咗，係時候去海底打高野夫啦。講到呢度，大家係咪覺得呢啲大姐大嘅手段已經到咗極致？其實唔係，喺呢個血色江湖入面，仲有一班身份更加鐵傻嘅女性。佢啲唔係靠半路出家，而係天生就流住黑道嘅血。佢啲係黑道公主。如果話百合會
同黑寡婦係隻鼠蟹入面掙扎出嚟嘅大白帶。咁接落嚟要講呢班女人，就係隻深海入面生出嚟，天生就帶住毒液嘅水母。佢哋係大灣黑幫嘅第二代，甚至係第三代。喺江湖上，大家叫佢哋做公主或者千金。佢哋同上一輩冇一種誠心草莽氣息，開口埋口要砍人嘅大姐唔同。呢班公主通常受過最高等嘅教育，講住流利嘅英文，出入嘅係台北信義區最頂尖嘅商廈。但係千祈唔好俾佢哋攞像名牌大學嘅畢業證書和道，因為佢啲骨入面流嘅依然係最靚最黑嘅江湖血。呢啲黑道公主嘅童年唔係喺童話故事入面度過，而係喺無數個大佬聚會嘅煙霧同埋處理對手嘅義舉入面成長。當其他細路女喺度玩芭比娃娃嘅時候，佢啲可能已經喺老顧嘅書房入面見過一沓沓用嚟洗白賬簿嘅不記名債券，或者係見過啲叔伯兄弟點樣將一箱箱重搖搬入地庫。對佢哋嚟講，暴力唔係一種情緒，而係一種家族刺激嘅經營手段。隨住世代進步，大灣黑幫亦都喺度轉成。以前嘅大佬覺得手下有幾多條狗可，幾多個紅棍先係實力。但呢班公主返嚟之後，佢哋話喺老顧聽，現代嘅江湖比嘅係邊個嘅法律酷敏勁更，邊個嘅洗白速度定快。佢哋將原本雪淋淋嘅地盤爭奪搬到咗冷冰冰嘅董事會辦公室入面。你想象一下，喺一間可以望到台北101全整嘅高級辦公室，一位住設計師圖章、氣質高雅嘅公主坐喺真皮大班椅上面，佢面前唔係開山刀，而係幾部最新款嘅電腦。佢指尖喺槍盤上面輕輕跳動，幾翼之針就係全世界嘅離岸戶口入面轉咗幾圈，最後變成咗合法嘅徵收費或者逃資款。呢種做法，江湖人叫做洗白賬簿。林經理，呢筆書如果平唔到，我好難向我老顧交代。公主飲咗一檔手沖咖啡，語氣平靜得好似喺度討論天氣。你知我老顧份人好傳統，佢最唔中意人哋欠貸唔還。如果聽日之前呢沓法市變唔成真金白銀，我怕佢會請你全家去南部海邊度假，諗到啲風景好見，不過可能一去就回不嚟啦。呢種語氣比起以前大佬嗰種粗口爛舌，更令人覺得背脊發涼。因為你知佢講得出就一定做得到，而且佢會做得乾乾淨淨，連警察都攞唔到一失線索。呢啲公主最擅長利用法律嘅灰色地帶去幫幫派處理資產。佢哋開影視公司，開摩鐵兒經紀公司，開地下融資平台。佢哋將江湖嘅出手滲入咗最光鮮亮麗嘅演藝圈同金融界。有啲公主甚至會親自出馬，利用自己嘅名媛身份去幫幫派平衡天平。佢哋會喺高級慈善晚宴上面同政商名流碰杯，喺歡聲笑語入面
就已經將一倍價值連城嘅土地開發權死入咗自家幫派嘅口袋。如果邊個唔識趣，想要出面阻住呢盤生意，公主唔需要叫兄弟去埋堆，佢只需要輕輕撥一個電話，對方嘅公司可能就會因為賬目問題被查封，或者係個人醜聞係一夜之間傳遍成個社交媒體，令到對方不得不自願退休。但係呢種生活亦都係充滿咗極致嘅孤獨同危險。作為黑道公主，佢啲好難有真心嘅朋友，更加唔好話愛情。佢啲身邊出現嘅男人，唔係想利用佢哋嘅智力上位嘅古惑仔，就係想透過佢哋去同黑幫勾結嘅政客。佢哋嘅歡姻往往係另一場幫派聯姻，係為咗貧富勢力而做嘅洗白交易。曾經有一位中部大佬嘅千金，愛上咗一個唔知佢背景嘅大學教授。公主為咗呢段情，賴住退隱江湖，甚至已經準備好將家族嘅秘密賬簿交出嚟，換取自由。結果係佢哋準備跑路嘅嗰晚，某位教授喺自己浴池嘅浴室入面，因為跌倒而永遠廢過咗。公主無限，佢只係換返嗰套黑色嘅套裝，行入老告嘅辦公室，冷冷咁講咗一句：賬簿我已經處理好，以後呢間公司我嚟管。呢就係黑道公主嘅宿命。佢哋係家族嘅工具，亦係家族嘅繼承人。佢哋用美貌同智慧包裹住咗顆冷酷嘅心。喺數字同合約嘅叢林入面，繼續行住我條血色嘅江湖路。佢哋唔再需要親自沾血，但佢哋嘅每一個決定，可能都會令到幾十個人人間蒸發。當你喺信義區見到一啲開住超級普叉、眼神冷傲嘅後生女，千祈唔好以為佢哋只係普通嘅富二代。佢哋纖細嘅手指下面，可能正掌控住成個東南亞嘅削東西通路，或者係操縱住幾間上市公司嘅史生。佢哋係江湖進化之後嘅產物，係最現代化，亦係最難對付嘅處理者。佢哋嘅出現，標誌住台灣黑社會已經從拳頭時代進入咗努力時代。但係無論外殼點樣變，入面有一種弱肉強食、殘酷無情嘅品質，從來都冇變過。當公主決定要你消失嘅時候，你甚至連見到佢一面嘅機會都冇。搶完呢啲冷樣嘅公主，大家係未對江湖嘅複雜性有咗新嘅體會。不過江湖始終係江湖，有權力嘅地方就有背叛。接下來嘅第7部分，我哋要嚟討討，當一個大姐大決定背叛幫派，或者係被自己人出賣嘅時候，我一種發搶會係幾咁慘烈。喺呢個充滿利益交換嘅黑色叢林入面，最值錢嘅係中層，最唔值錢嘅亦係中層。江湖最賤嘅就係反骨。男人反骨可能係為咗權位，為咗做龍頭。但係女性幫派成員嘅背叛，往往更加複雜，更加難以捉摸。有啲係為做情，有啲係為咗幫自己揾一條真正嘅洗白後路。但係無論原因係咩，一旦被發現你嘅骨入面長咗反骨，嗰種代價絕對唔係飲杯茶就可以平到嘅。呢個
就係江湖上傳聞嘅玫瑰發直。花開嘅時候好見，但如果你想帶住佢私奔，佢嘅刺會先將你嘅手心刺穿。想象一個落住大雨嘅深夜，係支龍港一個荒廢咗好耐嘅冷凍倉庫入面，外面係海浪拍打岸邊嘅聲，入面係一種令人窒息嘅安靜。窯戶中間擺住一張全舊嘅木凳，上面坐住一個曾經風光無限嘅大姐大，佢身上仲拄住下墜去參加商會聚會嘅名牌旗袍，但係旗袍嘅下擺已經沾滿咗污泥，佢身邊冇刀光劍影，只有幾個平時勤佢伙食，照佢做阿姐嘅後生仔，依家正用一種冰冷到極點嘅眼神望住佢。呢位大姐大犯咗江湖大忌，佢試圖將幫派核心嘅白面粉通路同埋洗白賬簿交給對家，換取一筆可以去國外退休嘅罪粉。佢以為自己做得好隱秘，以為自己利用女性嘅身份去平衡天平，可以瞞天過海。但係佢唔記得咗，江湖嘅眼係無處不在嘅。阿姐，你平時教我哋做人要識規矩，點解你自己反而唔識呢？其中一個領頭嘅紅棍慢慢咁喺陰影入面行出來，手上拎住一疊佢準備跑路用嘅假護照。佢語氣好平淡，冇憤怒，只有一種執行公事嘅冷漠。大姐大冇大聲酬謠，佢知呢度係江湖法場，講咩都係多餘。佢只係輕輕笑咗一聲，眼神入面反過一絲絕望，淡淡咁講咗句：呢個江湖，我已經飲咗太多苦茶，我只想去一個見到陽光嘅地方休息一下，唔通檢都唔得？可以，我但依家就送你去一個永遠唔閃見到陰影嘅地方。呢種法場唔會有電影入面有種嘈雜嘅槍戰。大姐大被要求飲落一杯特別召仔嘅茶，五杯茶入面冇毒藥，只係一啲會令你慢慢失去知覺，陷入影院睡覺狀態嘅藥物。係大姐大慢慢合埋眼嘅過程入面，有班後生仔會好有禮貌咁幫佢整理好旗袍嘅節奏，甚至會幫佢補返少少口紅，因為喺江湖規矩入面，送大姐上路要繼續最後嘅體面。等佢徹底睡覺之後，佢會被放進一個裝滿石掛嘅鐵箱入面，然後被吊車款款咁降入基隆港深處。第二日太陽升起時，江湖上唔會有人再提起佢嘅名，佢嘅所有資產會喺一個鐘頭入面被處理得簡簡中中，就好似佢從來冇喺呢個世界上出現過緊。呢種凌奸憎法係對背叛者最嚴厲，亦係最安靜嘅懲罰。女性背叛者嘅下場往往比男人更加慘烈，因為男人背叛如果實力夠強，或者仲有機會另起爐灶，但女人一旦失去咗幫派嘅庇護，就等於失去咗所有嘅防禦。
佢哋曾經用嚟控制男人嘅美貌同智慧，喺法場面前都係一文不值。江湖會用最殘酷嘅方式話給所有人聽，玫瑰嘅刺只能夠用嚟對付敵人，如果敢對準自己人，就要連根拔起。仲有一種背叛係關於情。曾經有一個黑道公主愛上咗一個貧乏喺幫派入面嘅女鬼夜底，佢為咗保住呢個男人，唔單止幫佢抹除咗所有鏈索，仲親手將自己老告嘅退休計劃泄露咗出去。結果呢，有個男人係最開選擇咗寂靜，而公主就被自己嘅家族請去咗一間遠離市區嘅療養院。喺江湖嘅口入面，有間療養院其實就係一個活嘅關箱。公主會喺嗰度提早退休，一世都唔可以踏出大門一步，每日除咗食藥就係望住窗外。一種精神上嘅送上路，比起肉體上嘅消失更加令人生畏。背叛係台灣女性黑幫成員嘅生命入面，係一場極高風險嘅博弈。贏咗可能可以洗淨雙手，過返平凡人嘅生活；輸咗就係萬劫不復。好多大姐大喺最後一刻先至明白，江湖係一張入咗去就出唔返來嘅網。你身上嘅每一片花瓣，其實都已經被標好咗價格。呢啲血淋淋嘅教訓，一代傳一代。後生嘅小美入會嘅第一日，大姐就會帶佢去海邊，指住咗片深藍色嘅海水講：睇清楚，下面住咗好多唔使規矩嘅玫瑰。你想做一朵開得耐嘅花，就要記住唔好隨便轉身。講到呢度，大家係咪覺得江湖嘅冷酷已經到咗極點？背叛嘅代價雖然慘痛，但係對於我哋成功生存落來，行到最後嘅大姐大來講，等待佢哋嘅未必就係幸福嘅結局。接下來嘅第8部分，我哋要來討討呢啲曾經叱咤風雲嘅女性喺晚年嘅時候係點樣面對我啲凋零嘅歲月。當一個人受到權力嘅尊封，最怕嘅唔係眼前嘅敵人，而係背後嗰度慢慢逼近嘅影子。對於台灣江湖入面我哋曾經叱咤風雲嘅大姐大嚟講，歲月唔單止係一把美貌嘅屠刀，更加係一本寫滿咗欠債同血手印嘅賬簿。當佢哋年華老去，我哋曾經令無數男人跪低嘅美食，我仲可以輕易平衡天平嘅手段，會隨住時間嘅流逝，好似深秋嘅玫瑰咁，一片一片咁剝落，露出入面最艱枯、最醜陋嘅刺。喺台北一啲高級但係極度安靜嘅養老院，或者係隱藏喺陽明山深處圍牆高尺嘅別墅入面，有時你會見到一啲氣質高雅，甚至帶住幾分慈祥嘅老太太。佢哋每日除咗念經拜佛，就係對住窗外嘅風景發呆。外人以為佢哋係邊個大企業家嘅退休兒孫，但係只有極少數嘅後生仔知道，呢位老太太當年只需要打一個電話，成個西門町嘅燈火都要熄滅一半。呢種提早退休嘅生活，表面上係清靜，實際上係一種極度折磨嘅煎熬。喺江湖行咗一世，佢哋太清楚乜嘢叫做人走茶涼。
當年佢哋風光嘅時候，身邊圍住嘅都係想埋堆嘅兄弟，同埋想分一杯羹嘅大佬。依家佢哋老咗，手中嘅氧氣雖然仲有，但係嗰份掌控生死嘅權力已經慢慢移交咗嗰下一代嘅公主或者新起之秀。最令佢哋驚恐嘅係半夜三更嗰種無聲嘅安靜。每當風吹過樹葉嘅聲稍微大啲，或者門外傳嚟一聲唔尋常嘅腳步聲，呢啲大姐大都會喺夢入面驚醒，下意識咁去摸枕頭下面嗰把已經生咗砌、好耐冇用過嘅狗河。佢哋一世人送咗太多人去旅行，亦都請咗太多人去海底打高爾夫。佢哋最精嘅就係嗰啲永遠瞓過咗嘅冤魂，會喺佢哋最淤弱嘅時候反嚟往佢哋評獎。有一位曾經控制住全台灣最大地下去對網絡嘅大姐大，晚年嘅時候搬到咗一間佛寺隔離住。佢每日捐出成千萬嘅香油錢，希望可以洗白自己對手上面我哋係血跡。但係佢同身邊嘅人講過，佢每次合埋眼都會見到嗰啲被佢關傷之後送去基隆港嘅人，一個個忽愣愣咁企喺佢床頭，問佢幾時落去一齊飲茶。呢種心理上嘅崩潰係任何洗白賬簿嘅手段都解決唔到嘅。江湖路行到尾，往往就係一條死胡同。除咗心理上嘅恐懼，更多嘅大姐大係喺深山鎮修入面度過餘生。喺台灣嘅女子監獄入面，有一啲特殊嘅大班房，入面住嘅女人年紀都唔細，但係連獄警對佢哋都要客客氣氣。呢啲就係喺可評或者處理對手時失手，被條子請去長住嘅大姐。喺監獄入面，佢哋依然維持住一種虚假嘅尊嚴。好凶嘅女犯人會幫嗰啲試山按摩，叫佢哋做阿姐。但係當探監嘅鐘聲響起，玻璃窗另一邊空無一人嘅時候，嗰種從心底湧出嚟嘅冷，係連幾厚嘅棉被都遮唔住嘅。佢哋嘅仔女有啲因為精被牽連而斷住咗往嚟，有啲就係早喺多年前嘅一次江湖意外入面就已經去咗另一個世界。我哋呢種人生嘅時候冇名冇姓，死嘅時候亦都唔應該有墓碑。呢係一位喺監獄入面度過咗30年嘅大姐大，喺佢死之前留低嘅最後一句話。等到佢哋真正要永遠睡覺我一人，葬禮往往係江湖最後嘅一場事。如果佢哋所屬嘅幫派仲旺盛，葬禮會搞得好風光，成千上萬個黑衫兄弟會嚟送慶，排場大到好似要瓦解成個世界廳。佢哋嘅大姐大係幾咁傳奇。但係喺我啲酸浪嘅鼓樂聲入面，有幾多眼淚係真嘅？有幾多人係喺道心入面虧算住，等呢位大姐一入土，佢留低我啲私房錢同埋紋路要點樣瓜分？更有啲大姐大死嘅時候係無聲無息嘅，佢哋可能死喺一間孤獨嘅公寓入面，幾日之後先至被焚到尾嘅鄰居發現。對曾經踩過無數血跡嘅紅膏鞋下，依家靜靜咁擺喺門口，上面
落滿座灰燼。情徵嘅竊詐風源，最後都變成咗報紙上面一畫唔到50個字嘅小神援，甚至連名都係用化名。呢就係台灣黑社會女性成員嘅宿命。佢哋用溫柔做外殼，用前酷做內核，喺呢個食人肚骨嘅世界入面爭到咗一席之地。但係當花瓣凋零，香味散去嘅時候，留低嘅只有無盡嘅荒涼。佢哋證明咗女人可以比男人更狠更強，但係亦都證明咗江湖呢條路，無論男女，最後嘅終點都係一樣嘅，係一場永遠醒唔返嚟嘅噩夢，係一大永遠平唔到嘅爛場。當你喺台北機頭見到一啲孤零零，眼神入面帶住一種講唔出嘅閒意嘅阿婆，記得唔好去打擾佢哋，因為佢哋嘅心入面可能正喺度翻開緊我本厚厚嘅血紅色嘅回憶錄。佢哋係江湖入面最後嘅玫瑰，雖然已經枯萎，但係如果你行得太近，嗰陣夾雜住死亡嘅香氣，依然會令你窒息。搶到呢度，我哋嘅故事亦都接近咗尾聲。係最後一個部分，我會為大家總結呢啲玫瑰由回山刀嘅傳奇，同埋帶出我一個喺江湖深處永遠唔會被抹除嘅教訓。深夜嘅台北，雨終於停咗，但係空氣入面嗰種濕冷嘅感覺依然好似腐骨蜘蛛嘅，點甩都甩唔掉。街頭嘅霓虹燈閃屏不定，將長長嘅影子拉得變細形。如果你依家企喺西門町或者萬華嘅街角，閉上眼，屏住呼吸，你可能仲會聞到空氣入面殘留住嗰種好淡好淡，帶住名牌香水味嘅冷風。咁種味道就係我哋今晚講座成晚屬於台灣江湖大姐大嘅味道，一種用鮮血、金錢同埋無盡嘅孤獨調配出嚟嘅黑色傳香。回望呢段血色歷史，從踩住紅高險舌，手唔沾血卻能決定生死嘅幕後坐館，到天道盟入面嗰班專門洗白賬簿嘅百合會，從喺賬理上面覺醒比男人更狠毒嘅黑寡婦，到依家坐喺辦公室入面用槍棒同合約去處理對手嘅黑道公主。呢啲女性幫派成員，佢哋喺台灣黑社會呢張大網上面留低咗一串串深淺不一、帶住胭脂味嘅血腳印。佢哋用行動話佢成個江湖聽，權力從來都唔係男人嘅專利，而喘酷往往係溫柔嘅包裝下，先至係最致命嘅。江湖人成日講義氣，講生死與共，但係喺呢啲大姐大嘅眼入面，呢啲嘢通通都係用嚟我啲唔識規矩嘅後生仔嘅。喺佢哋嘅世界入面，只有絕對嘅平衡同埋買單。你諗咗人哋嘅茶，就要幫人哋做嘢；你攞咗唔屬於你嘅錢，就要用你嘅命去平照。呢個就係江湖最真實，亦係最冰冷嘅邏輯。無論你係龍頭大佬，定係精彩住影嘅大姐大，邊個都逃唔出呢個天平嘅審判。飲茶始終係要計錢嘅，
呢句壯話係無數江湖人喺送返鄉下之前最後聽到嘅叫魂。好多人以為自己可以洗白，以為自己枉到咗一條可以帶住錢退休嘅路，但係佢哋唔記得咗，江湖嘅賬簿係用血寫成嘅，除非你永遠睡覺，否則呢把樹永遠都清唔到。呢啲大姐大嘅傳奇望落去好似好風光，出入名車，前呼後擁，一個眼神就可以令到一個堂口提早退休。但係如果你睇到佢哋晚年嗰種喺佛堂入面對住青燈木魚發抖嘅背影，如果你睇到佢哋喺監獄入面望住鐵窗外嘅月亮自言自語嘅樣，你就會明白，呢朵江湖玫瑰存放得越紅，佢吸嘅血就越多，而佢枯萎嘅時候亦都越加聲殘。江湖冇英雄，更加冇所謂嘅女也。呢度只有生存，同埋為了生存而做出嘅各種處理。呢啲女性成員嘅故事，其實係一場大成嘅因果報應錄。佢哋用最優雅嘅方式去摧毀人哋嘅家庭，最後自己亦都落得個眾叛親離、孤獨終老嘅下場。呢種平衡係冥冥之中自有主制，邊個都避唔開。所以各位大佬，各位後生仔，當你哋提完呢一個故事，覺得你啲大姐大好型、好有氣場嘅時候，請你哋記住一件事，係江湖入面花係用吃嚟穿灌嘅，每一片紅到發黑嘅花瓣下面都埋住一個曾經鮮活，依家確係海底打高野夫嘅靈魂。呢條路踏入去嘅第一步係紅色嘅，最後一步亦都係吃紅色嘅。如果你仲幻想住可以透過呢種黑色溫柔去上位，去過嗰種翻雲覆雨嘅生活，不如先去海邊吹下涼風，睇下我片深不見底嘅海水，問下你自己，你有冇咁硬嘅心腸去關傷？你有冇咁強嘅命去承受嗰種半夜驚醒嘅恐懼？台灣黑社會嘅女性成員，佢哋係時代嘅產物，亦係人性黑暗面嘅縮影。佢哋嘅故事隨住最後一抹香水味喺風入面散去，慢慢咁消失喺歷史嘅長河入面。但係江湖嘅天平依然喺度撲動，新嘅玫瑰依然會喺陰影入面悄悄發芽。只係希望下一個焚到花香嘅人唔係你。今晚嘅故事就講到呢度。半夜聽完呢啲大姐大處理手段嘅大佬們，如果你覺得背脊仲係有啲涼，記得去飲翻杯日茶暖下身。當然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按埋我個窿狀。江湖水深，我哋下次再一齊去揭開我哋被洗白咗嘅黑道秘密。